总干事，咱今日台电影吼非常辛苦的总干事，嘛来议事。咱欢迎各位大家来参加这个论坛。咱副理事长，咱这个阿博士，感谢恁大家。以上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了解阮游讲的这个历史。咱感谢咱大家，欢迎来这参加，感谢大家。谢谢。咱即摆吼，咱以最大的奖项吼，咱奖赏咱的副主委，咱总干事。谢谢，感谢。感谢咱副主委和总干事帮咱开场吼，咱最后一个综合座谈，咱马上就要开始啊。首先，咱先介绍咱的主持人吼，咱邱彦贵理事长，也是咱台湾大学这个教授，伊是咱台湾淡南民俗化研究会的这个理事长，先邀请伊来帮咱开场吼，是做介绍咱边仔的学者，这两位大家相信拢做了解吼，咱的郑长伟也个咱的杨同学，即摆时间咱交互咱的理事长。感谢咱副主委甲咱总干事介绍，来做活动的这个。其实到今天为止，很抱歉我其实没有全程参与，我才刚刚到半个多小时，很失礼。那我想各位如果连庄的话，明天的这个青年论坛的话，已经报名截止的话，而且爆满了。接受旁听吗？有接受旁听，还是欢迎各位继续到场。好了，那个明天的预告已经结束了。那我想今天这一场的话，我们有一个所谓综合座谈。我觉得综合座谈最重要是有奖分享，所以当然要请我们正常人。那我先介绍今天我们到场的几位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综合座谈的先进跟我的朋友。那首先第一位的话是我右手边现在中国研究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心 GIS 这个头衔太长了。这上面我读一遍好吧，点击再这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简称 GIS 中心，博士后的洪玉发洪博士。没有同学跟大家。博士后研究。其实不应该先介绍博士，应该先介绍我们最辛苦这一次活动当中。如果早上跟下午各位没有翘课的话，已经亲自我们郑常委郑百成郑常委很多丰富的内容，对吧？那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下一位我大概不用介绍了，这个实在知名度太高了。我们非常欢迎介绍我们的头衔到底是什么？这上面写什么？这上面写什么？不需说，无需说明，对不对？柳营代表不是。这还是要从我们的这个从淡南开始说起啊。我们台湾淡南民俗文化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也是没有常务吗？常常被选中来执行业务的常务理事。那也是我们高音量、高声量这个网络社群民俗乱谈的执行编辑，其实是执行长执行编辑好像坐在那边的一个小姐。温宗汉温老师。另外一位我真的每个礼拜要看他看2次的。我的高徒，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古戏艺术修复学系，现就读大三的
杨一平杨同学。哦，要是上面的头衔是什么？要是，是联代天院的公关副组长。哦，你都没有跟我做公关呢。哦。还有我们草埔云文史观光发展协会的执行秘书。杨同学是我表现非常好的，这学期成绩还没打，但是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在班上的同学。应该是几乎快变成我们台湾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最年轻的一个。那我想今天的话，我们这一场座谈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先听听看我们四位先进对于这一场，其实这也应该是延续性到了我们明天的青年论坛的这整个活动的一些观感跟看法。内举不必轻，我还是先请我们当博士开始好了。那等下正常我要主持有奖征答。没有，等下那个物资局长会捐他的车出来。不能开玩笑。感谢大家还留在现在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明天还可以继续的哈。就是明天我们难得请到两位学者哈，那个李东方老师跟李永平老师，尤其两位老师是比较少接就是非学术场合的演讲哈。因为李东方老师长期都在鼓励年轻的晚进，然后如果大家有看我脸就知道，他的一直鼓励年轻的晚进去研究代天取手哈，就是每个信仰都有啊，只不过因为他有一个脉是做那个代天取手，他有当然还有做其他的做宗教、做道教都有不同，他鼓励晚进嘛好，然后像我们明天里面我跟一个李思玉老师写的那一篇，或是买正写的那个，大概都是从李东旺老师的研究往后走的东西啊，他们大概都算徒孙辈哈，然后他们两个也都之前都有跟李老师去马来西亚哈，所以就讲回来说，为什么那个郑海平常委找我们的时候会办这个活动这个是一个经验好像我就跟他找我们的时候，我就有跟他开条件第一个是在地参与所以邱老师就为什么那么残忍，就逼他学生大三就要上场。我说就一定要这样子，不然我们讲真的我们协会不会判坑不会判掉。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互动的模式，就必须讲因为你强迫他写，他自己就知道他哪里没问到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历程，然后也有地方的人一定要出来就不用都是我们，因为我觉得在地的东西还是他们最了解，就算有一点点不太清楚，可是也可以去往前走因为像我们这10几年来跟进堂店、跟筛渣、跟收取合作经验，就是这样，就是大家是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这是这2天的工作堂明天的研讨会也是我们其实你看到我们3个我们3个其实常常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广去训练年轻人工作，尤其像我们理事长每天就说叫我们2个不要搞事不然要进来申请，因为其实我们2个常常搞，尤其像我常纪录片搞事完，就是邱老师要去募款我们4月份开然后邱老师常常就是自己就都会也他也会掏腰包就是说那叫我们不要搞事像我们在马门山才刚搞完事他又花了3万多，他说你们随便搞事我就要花钱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培养后代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后辈其实我们也可以办一个比较正式研讨会，然后学者来讲。但是我们会觉得这样是一个不够给后面的年轻人机会。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也受到非常多的学者的提携比如说林哲老师，或者是像那个汪建川老师张楚老师，然后邱老师，他们其实都会给我们机会，然后也会带我们到处去做官就是他也给我们很多机会。那其实我们觉得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学术的传承，然后一脉的往上层。或许他们可能不会很成熟一步到位，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练习的过程，而且年轻人能上台，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其实不是民间最年轻的，他大3，我们还有一个高中刚毕业，就是因为他还没有直接升学啊，那没有直接升学，他如果是念的话，那也算是大一而已，明天上学是，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不同的，而且我觉得是一个交流哈，就不同的庙有一个不同的交流，然后都是不同的面向的庙，然后有年轻世代出来，那我觉得是很重要哦。然后我们觉得也是一个让大家团结啊。我们也说很巧，我们我们办这3天刚好是我们3年前，我们3年前2017有个国际研讨会，刚好这是3年啊，因为我们原本也是要跟马来西亚做交流，我们原本的规划是会有一个 keynote speaker 是从马来西亚过来，但是因为马来西亚禁止我们入境，所以我们禁止马来西亚入境。就是国界往来有点麻烦哦，不然我们本来也要请他们当地的人过来，就是说他刚好要来台湾，所以我们原本来就有一个在工作坊里面有一场，我的部分本来要给当地的一个老师讲，但是因为他们都不能国际流动，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没有让他们问，所以我是简单跟大家分享跟介绍说，这是我们办这次活动的一个基础的想法哈。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等下我们可以讨论的，或是有些建议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持续讨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钟汉今天早上也有讲说需要一点实践，那我觉得我们学者能实践的武器其实是有限的哈。像治愈嘛哈，治愈的等于我要做武汉的时候，他其实有自己下去跳家将或什么。可是因为我都说我是音痴哈，我是音能白痴加上音乐白痴哈。我曾经师从那个吴树霞老师大家应该知道吴树霞就是南管的老师哈。然后我唱，然后他吴树霞师公，我刚刚去练乐器然后我在那边敲，然后我是感觉你吼，你好啊做阮用的用的啥他们叫什么？他们那个乐团的那个摄影家，你跟他搞不懂的，你不要再练了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实践的角度很少，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会协助庙方办活动啊，帮他们拍纪录片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实践的行动。我们想透过这些实践的行动，我们去带给台湾民主的不同面向变化。我并不觉得办这些工作坊或是研习营会有什么改变，因为主要民主还是要你去传承，我觉得这是最核心跟最重要的。还是要你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但只是说，我们学者会的有限，我们这个百无一要不是书生就是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样做，所以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去协助、去帮助，去应该是一起合作去推动一些文化，希望吸引更多人能让在地的人能更知道更多，只会让外地人去认识，这是我们一个行动的过程。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些办这些活动跟拍摄纪录片当作是一种行动跟实践的过程，希望这样子可以带给台湾不同的一个民主的社会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规划的方式跟行动会不太一样，不一定会很好，不一定像大家参观的可能比较吹比较，我们觉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当我到了现场，回到庙口，我觉得都是一个我们在行动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就先简短分享谢谢。谢谢他自己多年的经验，跟到最接近的所谓的在地的实践都提到了。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其实就请的是这一次活动当中最辛苦的我们在台上的委员。郑常委不用那么早开始就有奖征答，还是报告一下您这2天的感想。谢谢。感谢我们周老师还有我们黄博士所有的这2天所有的老师我们真的我会不会讲真是阮第一次举办这种活动过去真正无做经验感谢咱黄博士这个这样跟个团支持如果若无黄博士安尼甲咱帮忙真正无就办出这场的活动那么这场是纽约大天年的第1场，但是嘛绝对不是纽约大天年的上尾场。我相信纽约大天年未来继续来举办类似的迄个活动，
慢慢来推广这个地方的文化，甚至领导大人不但这两天咱头拄啊伊头有介绍啦因为唔係打領導本身遮爾啦也佫有阮所謂迄個13鐘頭、20鐘頭，所以講是甲領導攏有非常相當的迄個甚至講足直接的迄個關係，所以為什麼講頭拄有介紹咱17期中工，你若要做少，17鐘頭，每一鐘頭我嘛會一定愛採用中工，嘛希望2個鐘頭會當甲領導同款，會當認真去大家會當生活會當平安順遂，所以未來我們會在議題上面，甚至在未來的活動上面，會往這些來擴展。這兩天講實比較真正都無去講對迄個我收到咱迄個話程互我迄份除了迄個報名資料我開始來迄個看不下去所以甲足濟咱這足濟朋友來上課我就把上到迄個把上到這條困袂去所以咱昨下大家迄課嘛上了咱若個困今仔所以今日我感覺今日也好精神昨下都算精神辛苦嘅。那麼你若來聽伊這個地方上過去一直無來做宣傳，無來做無今日來聽伊地方上，這個地區啦是